时间是2024年4月27，咱台湾时间拜六的暗时10点，是咱第127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是即期是咱的台湾文学欣赏会，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润的。今仔日咱真欢喜邀请到陈顺聪先生，要来甲咱分享，就是台语散文的5款水开，哪读哪开破。就是毋知影敢是因为先生的迄个即个气味，对，即个题目的气味，就是咱对伊上新的作品《台美漂泊》食好料的所在就品会着。应该是诚精彩，先生有诚侪相关的作品。可能即个题目毋知敢是甲上新的作品有关系。咱今仔日就甲时间交互咱陈顺聪先生，感恩。好，安尼，我即摆先电脑先用 PowerPoint 好，好，等者咯。好，有看到 PowerPoint 嘛有。OK。要讲的安尼拢 OK 就是即个 PowerPoint。喂？有。有因为我毋知有时阵我的网络会断去，我会问，论点就是劳烦你回者好，因为即个台语我讲诚侪主题啦若是要讲迄3讲3暝讲袂完，所以即摆我就讲即个台语文的即个散文即方面，有人讲散文即在人讲的就是因为学一个语言阅读是上重要的，是拍你的底底，所以即摆上无伫台湾，即摆的进展就是讲，自拄开始的罗马字、白话字的学习，到台语的汉字，到就是迄个即摆网络愈来愈侪种字卡，就是介绍你古字就是一个字的意思。到即摆咱到即个坎站，就是专门就是要来。佫有一站就是讲咱读看台语连续剧、唱台语歌，也是迄个舞台剧等等。即摆我感觉就是所有语言要正常化，就是一定要有大量的出版品，这是上重要的。这全世界拢共款，你一个语言要现代化，要入去教育要普遍要现代化，这阅读是上重要的。台自早就有足侪诗、散文、歌册、小说等等的作品。毋过就是自2000年以后，即个台语文，咱讲教育部一个有一个较标准化，互大家参考的即推荐用语了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标准化，无即阅读系统受济，你有时阵你用迄个会做歹流利基本上因为即个用语有汉罗转罗转汉这就莫囥伊边这会当个人讲3讲3暝。我即摆就是用即摆这5档来出版的台语散文来做例，我来讲这个安怎来阅读，开发内底伊一寡美感，伊是安怎来书写，安怎来阅读，这是今日要讲这是我会当讲的主题，可能是1/20啦，即摆我前几档拢推销即个台语的迄个一个观念即个用字的问题，即摆我要做的就是推荐这个台语的文学，你要甲即个文学写了水，即个语言讲了水，拢是大部分拢是为散文开始好来，我先介绍，等者，好，轮流第2页跳出来，Hello，袂记开麦克还是？听好，我叫陈顺聪，我家己闽乡的人，家中毕业，读的就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甲迄个台师大国文研究所，所以就是迄个我就是较早就即摆拢讲文青啦，文艺青年安尼出来我这因为有个人可能较无知影我这所有的演讲拢是同款的介绍，就是我做过4个头路，头一个就是中现台湾史这个杂志的主编。联合文学的执行主编，教育广播电台泡泡台语电导用的这个主持人，即马这个公司台语海海导览先生，即马第3季我无参加，毋过就是你第1季、第2季拢有我。自这4个，我最个工课我就是有4个重要的迄个路数，头一个就是台湾的文史地理，第2就是联合文学，就是纯的文学，诗、散文、小说，第3就是迄个讲
就是台语，泡台语电脑，就是自这开始你推崇台语。啊，落尾啊吼，就是有迄个电视台啊、广播电台等等啊吼，即个演讲等等的各种媒体的推送就对啊吼。啊，我有写过诗、散文、小说，有绘本，啊嘛写过歌戏甲歌词，这就是大概即个我做过代志其中一部分啦吼。因为咱即摆伫台湾，你也写台语文，也讲台语，啊你也是。肯拍拼吼，就想要推崇台语。你做诶代志啊吼，你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不过我做诶代志毋若是写作，我阁会去互访问，啊有时阵阁会去上课去教册，啊有时咱做一寡语言诶指导吼，口语诶指导等等，啊甚至人会招你来写歌戏，也是布袋戏等等，所以即个台语也是台文，伫咱。即马咱台湾社会应用是足普遍的，包含了吼，即马因为即个各种的原因啦，即个莫讲啊，要讲3点钟就是，即马台文界只要你有出版作品，啊，你会检定中高级以上，无论是戏剧的指导、台文的书写，吼，还是讲各种台语的活动等等啊，吼，你只要有一寡做一寡成绩出来落去，互人引起做，落去互人迄个。找去做侪代志，所以即马台文界吼，你莫讲迄个大学的学院的即个教授、师大啊、中教大、成大，逐个拢做无用的，因为咱要做即个台语的事项实在是太济啊，包含你要做语言的指导，譬如讲电视、电影，还是讲舞台剧指导，有时阵因阁找无人，因为逐个拢做无用。所以我感觉即马台语的足侪各种的势头拢是真当咧往就对啊啦吼啊。你也着做了好，人就会小少来应啦吼。啊，包含我今仔要讲的即个写作。好，我讲一个就是讲，这是我所有演讲拢会讲的。咱台语啊吼，即个推展有分做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我台语好日子所写的，一定要文字化。任何现代语言一定要文字化，无论你是罗马字，你是汉字，这是上重要的。你文字化，过来就是文字要甲标准化，有法度推散。过来就是现代化，因为咱即马已经是古早参政的社会，像我细汉的时阵，佫是一个参政的社会。毋过当我大汉了，阮兜开工厂，我过来台北，等于是我为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现代化即个都市，我拢拄过。你台语也有一个，所以我讲的台语就是为我细汉的时阵装骹话，到阮爸是做工仔人，开工厂的，即个工厂有时阵即个做工人话，我到嘉义市算做文化的所在，拄着即个老辈讲的时阵做正文，到高雄有高雄的气口，到台北虽然无济，毋过你拄着台北人伊的腔口甲气口，所以即个现代化真重要。无啊吼，咱活伫现代社会，咱爱甲即个语言现代化，较好着用啊。第三就是艺术化，艺术化就是把这个语言当做一个艺术。譬如讲阮剧团，因最近出这个剧本集吼，剧本集，伊就是把伊因的较早搬的剧本变做用用迄个咱的汉字就用汉字就标示做一个剧本，这就是伊的艺术化，搬热去下面啊，十点这样的艺术，这是第一阶段。伫台湾的时代基本上佫半手工业半工业化。到咱台文字厅讲，我甲当做咱一个百货公司，爱制度化。比如讲，你去学校教台语，吼你商业化就是讲，即马愈来愈侪人是靠这个台语转食，无论你是伫电视台，还是像我这算民间的，好去演讲。有诶制度化就是讲，你学校较早台语，你念台语伫学校拢袂当讲，较有可能有人有可能来教台语。即马无共啊！即马因为即马新的学校的开，无论是国小、国中、高中，还是学院，足欠即个台语的教师吼，即个先生吼，所以就是基于即个体制内底，即就是制度化。过来就是美学化，美学化即个我举一个上简单的，就是你讲到手机啊，你就想到苹果，想到 Apple，Apple 互人的感觉就是足速捷的，即个速捷哦，互人感觉操作。使用做简单诶，譬如看一个查某囡仔，看到一个查某囡仔，你袂出海诶鱼仔共款，你就知是 Starbucks。吼，你看到足速捷诶即个家具，也是
你就想到木子，你也想到做日本款的这衫就是 Uniqlo 吼，所以这个美学化代表是这个伊后壁的制度化、标准化甲生产拢已经完成啊，这是美学化。你看到一个 logo， 你看到一个号头就想到伊。所以咱台语2.0若是一个完成，就是讲你看到一个可能一个牌子、一个人，还是一个色水，你就讲这就是现代的台语文。啊，到3.0，这尾后到讲就科学化、国际化甲规模化，这咱就莫讲伤济吼。好，安尼后一个部分咱来讲吼。头仔你有伫参详咧讨论讲，我的囡仔、我的孙啊吼，孙的要学台语要安怎？我来你来看，大家去博客来吼，等者哦。论点我即摆是画面有跳出来无？即摆无，即即摆是白色的。等我一下哦，迄个用内容，等我一下，无跳出来。有啊，有啊吼。佫无呀？我知影，是即个。有，即摆有。有，好来，安尼应该 OK 啊，好啦，有无？有。好来，这个部分就是我伫博客来，去博客来学 copy， 去找电顺创甲台文册，我拢甲你即摆若是要即个要读一寡台文册，我拢有做2个网站的介绍。我先来讲者，就是头一个网站就是上简单的入门的、带入门的即个阅读。我2个网站正解就是第2点的，拢是10本。当然后大家有看溜落来，有看到吼，溜落来吼。头一当然你也要学，就是你也要华语，你会当学即个，你用读即个台语好日子。这我较早拢讲过，我就莫讲啦吼。过来就是台语原来是安尼，这就是用华语来介绍讲当时这个词是安怎来的？这个词伫生活内底要安怎用？这是一般入门，伊嘛是用华语写，嗰就是互你对台语的罗马字、观念、汉字甲一寡台语的即个理路甲背景有些初阶的了解，这是上基本的上基本的这2个。过来你也要读有正台语文的，你就要有绘本开始。有人讲绘本，有人讲绘本这个绘本是概念，就是以前囡仔册，这是日本印入来。比如讲春天伫倒位，是安怎要介绍这？因为春天伫倒位，囡仔咱2000年以后，这囡仔讲到台语，我会想春天伫倒位，幼稚园啊，啥物所在拢有咧唱这春天伫倒位。为这个黄静雅这春天伫倒位，伊尾也甲改编做绘本，就是咱即马倒手看到画面倒手过一本。伊大生你会晓唱这个春天伫倒位，你就对这个台语有基本的介意甲理解。过来春天伫倒位，就根据这个我的故事迄边一个囡仔兄囡仔姐做伙去人险，对这个只要去人险这个过程。所以内面的台文字无济，毋过就是你安怎哪看图，哪了解这个台文字，对这个囡仔行入去这个春天伫倒位的世界。而且这本上赞的是，伊可能是搭绘，即马现处是绘本。音乐，因为即马绘本拢有迄种有声册，无论是念读还是朗读，是有声册。春天伫倒位，伊即个绘本内底的念即个台文字伊毋但是念伊是一个英文剧，请即个春天伫倒位原底作曲者来编曲，所以你哪念的时阵，佮邀请即个台语家庭的囡仔亲身来配音，所以配音是大人念，是囡仔念。所以就是你对这音乐、对这故事来加入这春天伫倒位世界。这本除了歌好听，为了水气，伊重点是伊的音乐制作、音乐节制作，应该是即马台语绘本上赞，因为迄是真正专业的迄个配乐老师 Hank 伊来做的内底佫上趣味的是，你注意看伊毋是拢是咱讲台湾讲优势腔，就是较偏强腔。内底佫有一个专腔的囡仔，你听落去，迄是一个这应该上要紧的所在。这专腔出来，你就感觉这个音乐剧实在是太趣味啊！这是春天伫倒位。过来就是这个金批金批阮的腔是金批啦这个阿尼密伊本地是绘本做甲伊台中人。处理拢是讲台语伊就甲伊对台语的感情，为到这个叫真批啦
啊，这精批就是讲一个树木的一个过程，树啊这个过程，啊画甲足水的，啊诗拢是家己写，这批内容拢是伊家己写，啊规个等于是为文字到图拢是安尼面家己写，啊伊有做一个迄个 有一个影片，迄是金曲奖的迄个最佳专辑得主，这个廖树贤伊用音乐来配合这个Flash 这个动画，所以你网络顶头会当看到这吼，这个精批。你听你敢听会着？精批，袂记你经过偌济秋冬，阮才会当来甲遮斟酌看到你的耳甲喙、鼻仔甲目睭。你嘛点点看到阮，阮想要互你看到我的心腹，阁有坦白的灵魂。这咱无迄个，咱可能无迄个时间讲。你看这个伊的图已经是波隆纳，就是算全世界上大话迄个绘本展。伊即本册嘛得着波隆纳迄个奖，啊，佫是廖树元金曲奖，所以伊无论是图，伊的迄个配乐，伊念图拢是做水开，所以伊已经得足侪奖，甚至报纸佫专规来刊出来吼。过来，这个有时阵即摆现代绘本毋若是讲囡仔古，也是讲古水的代志。即摆吼，绘本伊无限制迄个议题，所以这个台师大的教授，这曾家英老师，伊就感觉讲，咱囡仔自细汉就会当思考咱社会的议题，吼，这个论坛上，这论坛专门的啦，吼。所以啊，吼，这个伊用唱家己的歌，讲到自我认同的问题，照好的厝，环保生态问题，找自由台湾乌戏，就是最简单，就是讲自由。所以这个嘉颖啊，吼，嘉颖是师大啊，吼，已经摕过2届，就是有一个奖，就是学生拍分数，你上喜欢的教授，伊已经摕过2届，所以伊的口就唱起，大家学生拢喜欢。啊，人古锥，毋过伊做有头壳，伊敢讲囡仔自细汉啊，若是讲古锥啊，还是囡仔话，你会当自细汉来思考政治、社会、人权、性别的迄个议题，所以这个唱家己的歌，这个绘本吼，伊较特殊的，伊有做甲吼，这嘉颖伊是一个做体贴的人，伊毋但是有绘本，佫有念图，佫有动画，啊，佫有做迄点图笔，就是迄个目暗的人伊看无，所以有点图就点了后就念互你听，伊做4种的这个版本，吼，所以台文的绘本希望大家拢来支持，因为大家啊吼，迄个华语绘本。伊有文字有画出来印出来就好啊。咱台语的绘本差不多大家拢有配音啊，你来知影吼，这个朗读还是配音，请配音员啊，这有时阵爱开1条钱。啊，像嘉颖这个佫做动画，这开的钱佫较济吼，所以这咱台语的绘本为着因为较济人较毋知影这个台语的这个书写，是较毋知影台语，所以咱做这款服务的啦吼，互大家来了解吼。好，这是。你看，这就是动画啊。妈妈讲，要找着家己，就爱讲家己的话，唱家己的歌。最近住伫咧同一个树林内底的七只妈妈，看起来拢要生卵啊！因真紧就甲树做好，去踮树内底连面生卵出来。有一只嘛要生卵的大只妈妈。伫个边仔的树尾头看，伊趁七只妈妈飞去掠汤食的时阵，安静啊飞去因的树内底生卵。哦，恁家己转去看吼，这个嘉颖的声做好听啊，有时阵甲伊敲电话的，哪细汉因为做无用，哪细汉来开讲，或者伊代志做济做无用的，伊讲的议题拢做正经的，有时阵佫真严肃。啊，伊讲的伊毋过伊念起来。因为伊是唱声甲声音就足好听吼，大家会当来支持这个唱家己歌的绘本吼。过来吼，这个是屏东来体因说体啦，因讲因咧音着哈，迄个体育林哈，体家辉啊吼，因是屏东的人吼，啊因就是因这个绘本啊吼，无啥物议，因讲的毋是议题，也毋是啥物主题，也毋是叫你来学台语，伊是讲。
讲一个吼，热天的时阵，因为屏东嘛，有甩仔丛啊，风吹起来，迄个甩仔的味，透南风来了，西北雨要来的时阵，甲落雨的时阵，迄种清凉。伊即个绘本，伊所画所写是一种西北雨要来迄种，互人足向往的感觉。吼，所以因即个铁甲姊妹啊，一个画图，一个是迄个写字啊，吼，伊拢读的是咱的卢碧清教授，咱师大的教授，吼，来听。热天的时阵，常常有互人期待的代志。天顶的湿地，甲白色的云影，阴甲明，实在足迷人。树仔顶的山影黄紧去，若亲像细细粒的日头，一粒一粒吊伫遐，海来海去。阮上爱踮门口埕佚佗，落雨天嘛共款，哗，雨直直落，落袂停。门口埕的树仔，逐丛拢食水，食甲饱咚咚。哗，日头出来啊，风透过来，凉凉，真爽快。再会，喵，再会，明仔载咱要过来做伙耍哦。热天的时阵，作者铁玉玲，画图铁家辉。哦，这美清教授师大台文系教授，伊家己是到老的这个团体主持人，所以伊声音嘛真好听吼。所以甲这个咱头先嘉颖老师，伊拢师大的，伊拢做好唱歌的，讲话拢真温柔吼。过来就较活跳的，这个叫做林小飞吼。你看伊迄个片名就真趣味吼。伊这叫做伙来踅大场埕，伊是甲大场埕当做动物园。招囡仔去走找去行踏这大场埕，这个中药材南北伊的古早厝的秀面，白老厝的秀面，伊的中药材，伊南北会顶吼，用一个做活跳的方式。这个林小飞，头早这铁玉玲啊吼，因的册拢伫国外去展览嘛，就足侪咱国内奖。林小飞佫较厉害，伊就是伊进前的绘本。有着咧日本的迄个绘本的奖，你看哦，伊讲话就真趣。会做这本大场埕动物园，是因为我家己来遮踅的时阵，常常伫一寡，譬如讲迄落熊漂，还是壁，还是倒位看到一寡动物，带囡仔来看的时阵，本来就是伊会看到迄汉药房内底一寡足趣味的物件，还是迄中药，结果因拢看到迄落个遐哪有猫，遮哪有鸟啊，所以我都甲这拢记录起来。所以就是这个，咱做台语文本，带做台语出版社真有时真硬斗啦，毋单是爱做册写字画图，伊搁爱录影片，这就是其实大家拢有一个使命感，希望甲这个台语嘅台论推散出去，过来这个唐德宗啊，唐德宗顶阵这个台南的自由日啊，自由言论日啊，迄个有纪念活动，过来就是唐德宗的纪录片，大家毋知去看袂我毋知即个美国还是国外有咧放这伊有一个纪录片伊就是走找唐德宗，嘛有去看。一般的即种算唐德宗伊尾仔结局是互人就是去用伫迄个。即卖迄个台湾文学馆头一叫清散，这个过程到尾结局是互人做伤心的。毋过伊这个纪录片倒位伊无爱互伊遐沉重，遐沉，伊就互伊有着较无共款的角度来介绍唐德宗，所以大家下当真正要去看这个纪录片。进前就
那伊个旧厝保留落来，啊，离民生绿园就是台南的迄个台湾文化馆头前有一个纪念的迄个纪念的所在，伊较早这个公园吼，春阳叫公园，伊嘛画一个台文版的，内面拢是台文字哦，红仔册，吼，这伊画了吼，佮画迄个佮画伊画2本了吼，到尾拢无人出啊，所以希望讲咱台湾会当愈来愈侪即个台语的红仔册、台文的红仔册，吼。过来当然我就免介绍者小王子的台语版，已经卖万外本啊，连咱的过来总统这个赖清德拢伊拢甲推荐吼，都念一段，但是拍互大家听吼。这小王子免讲，即摆是因到呾咱台文的出版品销了上好的。好，落尾啊吼，因为台语大家拢会晓讲。毋过内面到底有啥物美感，甲你无想到的代志？共款是师大台文系即个教育老生系，伊是文化专家。啊，毋过啊吼，因为文化是一种科学，有时阵佫真硬啦，咱物理共款。毋过新贤教授用伊家己的即个迄个新鲜式的即个新的款的即个笑亏，吼，甲理路来开破。咱台语，互你想袂到的台语的即个趣味代志。啊，即个文化册啊，吼，无论是英语，全世界只要是文化册，逐个看咧，吼，头落会听。迄册讲着头会流血。毋过即本册真笑亏，真趣味，甚至即本册佫销了就好。迄你去年的册展啊，台北的册展啊，吼，甚至卖甲无货。吼，这是真正是毋捌发生过的代志。这算大消息、大新闻。老先生的即个语言学家解破台语一门文化册，逐个吼。来看了，你迄时阵我会记哩，我伫册底时阵，小滚滚拄出来，我买了，我就走去星巴克，就是迄个西部台北个西部的星巴克里遐读，读到一半的时阵，头前有一个查某咧排队买咖啡，伊越头甲我看讲，你即本册去倒买，我买来买，嘿啊，甚至我伫咖啡厅看的时阵，美术，咱伫咖啡厅拢是迄个Air， 就是迄个 Apple 的迄个 notebook 啊。咱敢若去较实行，伫迄段时间，你伫星巴克、Starbucks 看一本册，都袂输 Apple 的手机啊，甲 notebook 共款时价。吼啊，尾后较知，迄个问的迄个嘛是一个作家，伊就是有做迄个，伊就是老晓乐吼，刘小乐就是女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迄个原著的作者吼，嘿，好。这就是上基础的，大家会当为这个开始入门，吼，吼，论点了解吼，会使，遮拢可以。我佫行长去的讲，吼，咱足顺。这我算一个点心啦，吼，咱大家吼，上好全部买起来嘛无贵，过来吼就较硬斗啊，吼，来，我这是正佳第2届嘛哦，吼，佫毋是上深的，这有较深啦，毋过过来吼，咱的台湾的出版，咱出版界啊，要出的台语的册都比这个佫较堪杂，这是第2届的哦，第2届的，咱即摆读第2届的册，先即摆今仔日暗来介绍第2届的，我介绍10本册，吼，10本册，咱等者要讲的头一本，就是廖玉辉老师的这个《迄年春天》，吼，这我等者讲，伊本来是华语作家，这大家拢知，伊的册拢写得出好，课本嘛算的。玉辉老师，伊潭子的人，吼，台中潭子的人，伊做书念做新闻因老母的，伊有一下去，咱是屏东训练社演讲，训练社就讲你头无爱用台语讲，叫伊讲哩哩啦啦，伊这人就足困窘，讲我讲了无好，我就要好来咧，那自迄开始就是伊定用台语来演讲，我希望甲伊的作品甲改做这台文版的，吼，所以伊算行伫头前吼，甲算咱台语的散文吼，拄早就有人写，吼，毋过这几档来讲，伊算这个华语作家上出名，专做台文的作家，伊算头一个啦，吼，真好答啦，吼。虽然老师性地有时阵定定的袂当，毋过伊对台语做温柔的。迄年春天就是甲自来伊较早写的这个作品啦，吼，散文经较趣味的，较合台语开的。来翻做台语，甚至伊家己亲嘴来录音，吼，大家会当先去看《迄年春天》，就是伊甲因翁
熟悉的过程，迄实在是太笑亏太趣味啊吼。好啦，这等下我会交代了。过来就是尽管女士的这个行袂着顶吼。啊，尽管女士今年已经要80岁啊咧，哇！啊，我甲伊去演讲的时，甲伊对谈的时，讲话足细声，我拢听无你讲啥，伊是足秘书。毋过啊吼，伊写的文章真趣味，真笑亏，真爱。吼，所以行袂着顶就是，即马佫有迄个罗西百号下晡已经出2本啦。吼，已经是退休的年岁啊，来写台语，写甲真水气，真生活化，讲的是退休的人的生活。即个老大人上有讲，我感觉真正是无简单啦。人讲吼食，较早是拢，较早就讲，咱食老啊，就退休啊，就拢无代志啊。毋过我感觉像玉慧老师甲这尽管女士啊，吼，因拢做认真的，退休了佫做台文的工课，足赞吼。过来就是秀荣老师，伊算这个咱台语界吼，迄个教育部的迄个网络书店啦吼，早期迄个。你啊点迄个三角形会念出来，迄个声音就是咱秀荣老师哈。毋过尾啊，愈来愈侪人，秀荣老师伊就出2本散文集，销啊做好诶哦。因为学校即个母语老师也是即个囡仔是要学基础诶台语散文诶书写，就是来读伊即本。啊，我咧唱歌就是自伊碰岁，还未出生性情到50岁。一当写一篇散文，讲伊迄个时阵拄着的代志，伊人生的故事，哦，足感动诶！愈看着愈有感觉做毋甘，讲即个时代迄个职业妇女，伊爱教册，佫爱顾囡仔，佫推广台文，伊迄种滚教甲艰苦，啊有时阵佫足拍拼，这是吼读个互人感动。已经即本已经几啊刷啦。过来咱来读是分类。甲即个咱拄着生活当中大细项的代志分类啊吼，一个吼来讲用主题来讲，啊甚至后壁佫有迄种佫有缩题，就是问你讲，即个代志是安怎，你会当来写台文来试看来等等吼，这是秀荣老师吼，啊当然伊嘛有念嘛有听吼，来过来就是等下我会介绍就是王昭华的我尽量你随吼。因为台语的台文的这个书写甲这个练习啊，吼，到这个坎站基本上咱到基本上8、9项解决，所以咱后一个阶段就是为语言的表达，后一个坎展处就是讲的就是文学的创作。啊，焦华应该算伊大学就开始写台文啊，伊即本我随你尽量会当讲是咱的台语的散文的这个艺术的爬一竿去啦吼，等下我会来讲伊即本写了最好诶吼。过来吼，咱来讲翻译本啊，青下厝诶安妮，就是迄个咱华语讲清秀佳人，还是清秀佳人，还是等等啊吼。啊，即个陈丽君教授、新代教授啊吼，伊规划一部世界文学大读少年双语系列吼，有几啊本啊。我感觉我上爱读诶就是青下厝诶安妮。因为故事较完整，啊，这故事的迄个弯弯啦，吼，到尾啊结局实在是真赞，啊，伊的文字足顺的，啊，而且构图拄啊好，大家要读迄个古水故事、亲切的故事，你会当来读这个青下厝的案例。而且因为丽君教授注重语言的吼，因为本身是教授，所以伊内底啊吼，有时阵咱读台文作品，感觉这华语开也是这个台语无顺。如果以这个丽君教授规划一套来讲，基本上伊拢经过几啊个迄个坎站之悬的朴素谱来校对过是，母语老师来对，所以基本上伊每一个字句拢是做正版的台语，做水开的台语。吼，所以这个伊用意就是讲，伊毋若是英语，伊佫有迄个各种的语言，希望用读这个世界经典。咱用台语台文来读这世界去认识世界，甲咱的世界观甲混合化，会当了解自古到今无共所在的人的这个故事，吼，这个用意是真好，吼。过来当然这种念法，过来就是大家拢知迄个读过泰戈尔的迄个《飘鸟集》，差不多是咱啊，无论恁是毋是文青啦，是毋是有爱读这个，拢差不多拢会拄着这，做这电影电视拢引这个。华语叫泰戈尔的《飘鸟集》啊，这个温玉桥啊，吼，伊是即马是台湾大学心理所的学生，吼，即马要
即马理写论文要毕业啊，伊说伊是台北红树林诶人，伊国中诶时阵，伊虽然本来嘛袂晓讲台语，国中诶时阵吼，种原因，伊就甲伊阿嬷讲，阿嬷我要学台语，伊毋但甲阿嬷讲台语，而且伊嘛会学台文。到20几岁时阵伊去外国，去比利时遐留学诶时，发现有一个小王子做者版本诶，伊就用迄个 Messenger 问讲老师，我想要翻小王子，想要到即个小王子迄个时阵，前卫版诶拄好袂出。等伊转来国内了，我就甲讲，你要翻无共款诶嘛？尾仔伊3景4景就经着即个塔古鲁泰戈尔即个龙交集，开2档诶时间，我甲伊一句一字来对，讲即个安怎翻，安怎讨论，有即本册。即本册你会当伫迄个 podcast， 你拍龙交集，开始看龙交集，你会当来听，来听者，伊声音最好听诶，我感即摆这时间好，来紧。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节目。伫这个 podcast， 我会甲塔库鲁的《Stray Bird》这本册拢总326条诗，用台语读互你听。这所有翻译内容拢有收录伫九歌出版社的《龙交集》这本册内底。你会使伫这个 podcast 的介绍页面中找到买册的网址。那读册，那听 podcast， 来得到上好的文学体验。即马，我会为你念第1条到第10条诗。若是听到的声音，就表示要念后一首啊。安尼，咱就开始咯。热天的鸟仔流浪，来阮窗前念歌，随飞去他方。树一个叶仔徛，无歌通唱，一声怨切就飘落。世间一阵一阵小小的浪人啊，请甲恁的脚趾留点阮的字纸。世界甲伊暗藏大千的暗，褪互爱人看。伊就变色，拿一条歌诗，拿一个无指示的针。咱就听到遮大家会当去 podcast 拍龙交集，伊326条诗拢会当听。你暗时困袂去，也是心情要平静的时阵，你要听这个玉桥这查某囡仔声音，算即马少年的迄个台文写台文的这个女性气质做好的，生了足水，而且伊本地嘛毋是心理系，伊是社会系，伊对心理这真有兴趣，就去考台大的迄个心理所。大家知影就是台湾的心理师做歹考的，因为你爱研究所是心理素操，才有法度去考心理师。伊当共考迄个台大心理所的第1名，伊佫毋是本科系哦，所以真认真。当然我感觉伊对台语、对语言对伊是本身是一个诗人啦，所以就是讲用诗人来翻诗，又无共，伊又真有迄个特殊的气，伊真有气味就对啊啦吼。好来，过来迄个塑胶金乃基的注意，金乃基就是苦瓜乃基金乃基是苦瓜。伊讲的是高雄的故事高雄的这个新草原故事。新草原就是迄个描述迄个时代迄个高雄的贫民区。伊甲迄个时阵遮人情世事写，真正是足感动的。描述阮阿爸阿母迄个时代，甲人虽然大家过了无好，毋过真有感情。可能有的老爸可能较费累，可能
查甫吼，少年查某的囡仔，查某迄个感情吼，有时阵较避暑，安尼迄个搭电的即个过程啊，即个塑胶用真正容易笔仔尾会当讲感情做把电甲写出来吼。啊，当然内面嘛是有龙头，非你大部分拢有龙头吼，你看遮就有啊吼，逐个会当来听。吼，这看即个读即个金内即个滋味袂输听。我细汉的时阵做时行迄个广播剧，有时阵转到一个频道，嚓，响一个猫咪台广播剧，你着听即个广播剧，雷公死啦，雷公死啦，即个行船人吼要出海，因某伫遐烧杀。即种广播剧的想象，我感觉金内即个滋味做啊真赞吼，有一种迄个古早咱台湾的迄个气味啦吼。好，过来，等落啊吼，即个是阿明道，阿明道伊本来是写华语的，阿明道是迄个高雄的路直的人，伊本身是台语人吼，台语，伊有伫吼，即摆做台语文的少年人拢是一等一的啦，就是讲伊毋若是台，佫是台一等，即个明道是台医科的。南一中佫是种满级分、满积分的，伊对台语甲台文拢足有感情，所以伊等落的华语版摕着咱台湾金鼎奖金鼎奖了，伊就有一个心愿希望甲这翻做台文，就找我来甲斗相共，甲这个伊家己先翻好，甲调度了后来出这个台语版，共款嘛是有连托，我这个冰岛啊吼，因为是算。落地的人算甲我共款家己人，总是会讲的人。伫迄个步调做慢的迄个南部乡镇啊，吼，有足侪迄种你看袂到的人情世事，啊，遮个小人物去互即个社会结构绑掉的，伊想要亮开，即个过程，我感觉明道伊的故事毋是讲起起落落，毋过伊用足幼路的所在，甲迄个人的心理甲写出来，即个逐个会当来看即个单路吼。过来就是即个嘛是着金鼎奖的，即个毋是用华语啊，吴忠祥高雄的作家，伊用翻译好的奇学，这是一个类型的小说，讲着政治谋杀各爱情各方面的。即本册我感觉中上是了不起，伊用即本册毋是用华语啊，用台文的，就摕着咱台湾上条的奖金鼎奖吼。读即本册啊吼，一小就看完了，因为足精彩，起起落落吼，到底即人是啥台的？到底即个船会行向倒位？迄个基地是安怎？翻译好的奇项是真水气吼。落尾吼，你个嘛，我写即个文章的上关坎的即个台文的阅读，就是即个卢美清教授的台语现代小说选，伊就是甲100多年来用，当然迄时阵字也未统一啦吼，未标准化，即个100年来，这代表是14篇代表性的这个小说，夹做一本，会当为这个基本上用教育部的推荐用语甲这100年来透过这台语小说来看到咱台湾这个无共时代的作家的笔路甲风格，这真正这本册啊吼，我就是你若是要挑战讲咱你对台湾的了解的程度，文字方面哦，还有对咱台湾的这个历史的了解，我感觉你著甲一本册读好完。你安尼读好完，而且读的毋是安尼读甲拢读会落，而且读有吼，表示你的台文的坎站已经是真悬啦吼，已经是即个咱检定来讲四级的。毋过吼后壁过来5月6月吼要出版的吼，有比这坎站搁较悬的。头一本就是芥川龙之介，日本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即个。第一批小说，即摆已经拢调度好啊，剩要请布袋戏师傅来录音，即摆阮录音，阮的翻译8篇第一篇小说拢翻好啊，即摆等于请布袋戏师傅来录音，所以阮即个翻译吼，若是找日本作家，佫是布袋戏师傅，因为芥川龙之介迄个情景做成布袋戏师傅你讲过，时到就知，我听着录音拢。听了拢困袂去，因为实在是太精彩。这是其中一本，佫有一本叫《杜贝林人》（James Joyce 杜柏林的），已经翻好啊，译稿啊。二教编辑的译稿意思就是讲，伊差不多要出版啊，出一寡错字，也是一寡迄个编辑的问题。这本册《杜贝林人》出来了，大家当好好来
溪口来研究，因为用字足深诶。啊 ，James Joyce 伫西方诶文学来讲，迄就是上歹流利啊，吼，上学诶，因为伊文字甲伊诶迄个伊文学深度太深嘛。啊，若是用台文来翻，大家来好好来看，即个基本上应该多半应该是台文诶，即出版来讲，用字上深上得地吼。即个大家会当好啊，应该年中啊吼，6月7月拢会出版，大家当好好来试看觅者。好，来，好，即讲诶就是，来，我跳倒来吼。论点我即摆有到 PowerPoint 吼。有，哦，即马即个对，可能顶工一下，换一了，等换一了。有，好 ，OK。对咧好，顶工，是。咱头讲诶是一个大概介绍，就是甲大家介绍讲，你会当读啥物册，大概20本册。基本上差不多即马绘本啊，吼，迄间有人统计，大部分诶绘本即马吼，已经有要140本。去年差不多即几档拢是20本伊出版，吼，有100外本会当读。啊，大部分诶创作嘛是足济，啊，散文方面嘛诚济。啊，今日基本底就已经做啊，今日因为吼无可能一概讲诶话，我嘛无读过，我就介绍这5本。全部拢查某囡仔咧，哇咧，我即马这大部分诶散文拢是女主诶tex真系了，而且因写拢足赞诶。吼，来，咱先甲岳飞老师先聊，吼，来，基本上迄个岳飞老师就敬我人啊，就是做笑亏啊，尽管鲁迅就是史上诶日子。秀红老师用生命来铺排伊诶散文，教化就是水行淡，啊，过来就是顺聪吼，我写迄个华语抒情文，吼，来，咱即拍吼，咱来念吼，我感觉要学一个语言上简单上重要诶基础功夫，就是一字一字读，一个念，吼。啊，阮若念吼，咱开条讲伊诶美感伫对，吼，来，这是岳飞老师诶一篇文章，吼，来，食过中昼顿，我伫客厅翘骹看电视，阮翁对到位拢会当走甲撞出来，甲我讲，我小着啊呢，随着走入去浴间啊，我咱时甲伊心肝想，啊，呾这有啥物通好大惊小怪？你走骹尝着经验，你敢会比我较好？因为查某囡仔拢煮食嘛，啊，查甫诶，像我嘛袂晓煮啊，所以叫尝着拢是太太较济啦。水声哗哗，2分钟左右，阮翁按浴间出来，伊佫讲足疼呢。我目睭为电视荧幕闪去到阮翁诶身上，一公顶下面，阮翁头壳咧咧，用手甲头毛拨一下，像炭火共款诶土粉随对声音飞落来。我互伊吓惊一下，为碰伊面顶跳起来。原来伊诶头毛毛白，喙鬚拢烧甲臭火焦，面嘛红起去。我赶紧撞去伊面前，到底是安怎？阮翁讲甲哩哩啦啦，代志诶经过大概是安尼，因为先甲家属灌入家属了后，才用小家属落指甲边。入诶时有一寡家属流出来伫空气中，咧点火时竟然大范围着火，伊诶面甲倒手拢烧着。我详细观察伤痕，看者判定无送病院袂使进。好来，这我可能无法度全部念啦，吼来，赛车的路里我一直自责，其实这个自责，因为这个华语化，来论点我问你，这自责啊，吼，台语会当安怎讲？就安怎讲较台语开？数字无？来，大家想一下，因为口语老师是真认真啊，毋过就是有一寡字，毋是台语的讲法，有人要讲者无？自责。责备家己，谴责家己，对毋对？对，恁一定会晓讲。谴责家己。啊，这个自责啊，吼，你甲放掉。敢会讲怪家己？比如讲，我吼无细甲囡仔诶看拖，对，啊，疼甲要害去。我安怎？所以你写台语散文诶时阵，袂当为华语过来。
你爱顺这个台语的理路。咱拄开始写散文的时阵，也是为华语过来，甚至以英语过来的时阵，咱拢会去哦，迄个强势语言填调的。有人要讲无？主见，自证甲文言啊，我家己，怨叹家己我使，无怨叹收动啊，我家己，啊，责备，毋是我，这个吼，另外我会开翻译课啦。你袂当用迄个实的这个词，实的词就是伊安怎落来对啊？有时阵台语毋是一个词，伊是一个字句。咱敢无讲怪？怪嘛是会当啦，问题好啦，我讲啊，伫赛车路里，我心肝头一定袂得过。是。我心肝头处理，你也是老师。袂得过啊！顶下讲无，逐个拢安讲对吧？所以你要写的时阵，袂当一对一、一比一中，就是讲两个语言的转换当中，毋是一比一中。你感觉为什么无爱用自证啊？袂得过，敢若佫无啥对谈，无100%来对谈。毋过语言无100%对谈。你爱讲的是台语的理路，我心肝头袂得过啊！我迄时阵阮囝，阮翁去烧着是安怎？我无迄个随甲反应，随甲处理，随甲迄种送病院。哦，这个物件吼，恁虽然恁来咱一个来吼，因为岳飞老师吼，我感觉伊是拄开始，所以伊做者较无注意到，袂当怪吼。就因为师奶讲，食饭饱若准有一杯咖啡通啉，安尼就足幸福的。后来这句会足水的，食饭饱若准有一杯咖啡通啉，这就是做台语开的，安尼就足幸福。阮为着这句话去到甲想要成全我的心愿，成全我的心愿，你感觉这是台语无？对啊，系啊，大家想看觅，这都毋是台语，这都毋是台语开啊。后来，当然你甲教会讲去照甲做成我的心愿，吼，我愿望通做成即种吼。来，因为一杯咖啡险啊变成特殊，过来，迄个华语来讲，因为足济，这是华语吼，为英语过来。啊，咱台语啊吼，其实我也拄着这个因为，所以我拢想办法要甲汰掉啦。咱自本，我阿嬷袂晓讲这两字啦，100外个袂晓讲，所以这算较书面语吼，大家当来思考者。来，为着啉一杯咖啡，互查甫人吼破相，实在太可怕，敢是太可怕，太可怕啊！有人会安怎讲？伊为着啉一个互查甫人破相，实在是，你安怎讲？有想过无？啊，是阮阿嬷讲哦，有影是侥幸哦。哦，所以这是华语惯惯，因为本来就是华语。侥幸怎写？侥幸哦，这你去查者吼，咱无迄事吼。侥幸哦，有影侥幸哦，足侪讲法吼，实在是。啊，侥幸是毋是写侥幸？侥幸系侥幸吼。从今以后一定爱改咖啡才会使，一款害人的物件。我心内就抓心乱如麻。心乱如麻是华语啊，大家安怎讲？这恁一定会晓的。心肝乱苍苍。啊，苍苍，心肝乱糟糟，心肝如苍鲁苍苍，如苍苍，如嘎嘎。台语上无10种讲法，咱只爱先讲几种。所以就是心乱如麻这，因为伊是为中文系出来，咱会当理解吼。伫急诊室的呛水室内底，我有2条水管对阮翁受伤的面甲手呛半点钟的冷水 ，OK 啦。每一个其实大家较好啦吼，经过医生、护士甚至工友，毋管甲伊有伫大台，拢好奇问去惹回原因，惹回原因就是华语啊。哦，这阮翁一心拢背吼，对。我逐个台语回答，台北回答拢比顶一项搁较详细，搁较周至。最后我袂输家己是亲目睭看着共款，这个周至嘛无啥对啦，但这个所在应该毋是安尼讲吼。所以就是讲，这个岳飞老师伊是为伊的华语散文状况，就有即种无拄好的物件吼。早期吼来不幸中的代志吼，来不幸中的代志。等俗语安怎讲？大家用想看觅一个哦。好佳哉。
好佳哉啊，对无？对无？讲啊足好诶嘛，吼，来，医生讲，当去厝的路途中，阮翁只啊狗家喙唇翘咧，踮在坐踮车顶，无讲话。好佳哉，你看，伊家己有知影好佳哉啊，吼，来，这应该有台语诶台湾俗语啦，我想讲袂晓，有想讲是着，来，敢若烧着半边诶面甲一支手，吼，咱是用这个字吼，我无搁坚持改家己，我讲，转去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头一个动作，就是改。迄个加速管等现杀，哦，等现杀就太足顺的代志吼，华语我都发现太危险了，哦。以后咱活用地老式加 BO 来煮就好。地老式就是这华语的转过来，这是新词，吼，大家若有机会会当甲这个词看台语开的方法，就是地的嘛，嘿啊，地水是也是地，加 BO 来煮就好。虽然我拄着虽然，我就是要来抬调，这毋是正资本的代志，口味小可有较差一点，都毋通搁先计较咯。虹吸式要安怎讲？其实老辈袂讲虹吸式啊，西洋嘛，对无？会用拼音嘛，用迄个日本音管，意向是我还是啊？意向嘛，毋是台语的讲法，台语毋是这个意思，自来。自底是阮的最爱，这嘛是华语的讲法。毋过安全第一，绝对毋通为着啉一杯好咖啡破事，吼，等等吼。这个岳飞老师伊有这个较华语化的问题，毋过我感觉早期是我嘛共款嘛拄着这个问题啊，这真事实就对啦，吼。好，这咱逐个你去买册来看，吼，来，过来吼，等一下。好来，咱即摆小休困一下吼。我即摆咱来听即个较新的歌。伦廷敢会听到？咱休十分钟，啊，恁逐个甲这看两解，啊，我来开条即个新台语讲啥物？好，咱听两解了的。相比看你倒顶看几工，你爱骗就好个旁边，我爱骗倒手香。手指挂袂落，人嘛变无共，花女挽袂着，总是上马人。我是马人的爱，你是马人的气，无共的人所永远拢放袂记。火是水压起来，予人冷气，我的温柔放袂掉你身躯的刺。若是想过看破爱别人上好事，代志有这呢简单，哪会情路愈行愈绝望，无电卡。那不是啊。
么后上料也变拍了？我改变生命，咱过来听一个最近我最爱听的歌《秋里》吼，伊本来是迄个华语叫苦沙，甲改做台语版的。这个邢美玲甲林秋离老师，因本来就是台语人因迄时做迄条苦沙是华语版的，就做轰动的。因为迄个秋离老师过往邢美玲老师就是要完成愿望，就是。因有做约束，就是讲伊下当出第3张的台语专辑，所以最近来出这个专辑。伊的人面呢，我华语讲人面，台语讲人面，我讲主打歌就是这个秋里。这个听这块歌吼，这个论点拢听会着吼。听这块歌，这个手机爱传落好吼。你讲你袂等秋天离开，为何无交代飞去倒位？12月的窗外愈来愈寒，阮只有揽着你到过领被单。这首歌千段，这首牵阮行，越头醒来，咱的房间哪会只有我？我要为你写一条情歌，头一句就是唱你的名。照着两人的希望来伴，散步的海岸，听海涌唱歌，行过你行过的土山，嘛是陪伴。风吹来的沙，吹来涌过的笑声。予阮袂搁感觉孤单，风吹来的沙，吹去千里外，犹原是咱相随的一段。
做来的线，是咱的运命，总是有人爱成功顺行。OK， 这块歌啊吼，本来是迄个啥，黄莺莺啊、黄莺唱的这个《哭砂》吼，啊，请伊本身邢美玲，啊，佮有3个人改做台语的歌词。啊，这个歌词伊所用的台文、台语拢是真世俗的，拢是咱生活用得着。毋过伊讲的就是一个人就是伊可能一世人斗阵，啊，一个人先走啊，伊去怀念伊的这个歌，吼啊，你会想到对一条歌，同款嘛做出名。这个歌的歌词意思，甲咱有一条歌嘛做出名，有想到无？啊？敢是假后？对。啊，毋过我做无甲伊假后诶，这顿定你应该做了解嘛，是安怎？我就让你先走啊！我讲这无啥公平呢，对啊，是安怎？对。就是咱若假后，当然咱就假后嘛真赞。啊，毋过我甲秋丽就是讲，伊个是伊的歌词拢做世俗来讲有做深的感情。我甲伊上赞的是，总是有人爱成功顺行。咱当时会讲顺行，就朋友相送嘛，迄就做世俗的事啊。你即摆来帮人啊，你爱顺行。问题这个顺行是啥物顺行？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顺行。伊用上普通、上世俗的台语词，甲原本的华语的这个歌词翻做台语，而且伊阁下迄个韵，这是无简单，袂倒字，这是真无简单的一个工程。这个歌词，因为我甲迄个歌词的作者熟悉，互伊讲舞够久的，舞半冬一冬的时间，要互伊顺，阁好听，阁袂倒字，这真正是无简单。啊，是安怎我要记这个就是讲，像廖耀辉老师，伊本地其实处理细汉嘛是讲台语，啊，毋过伊为着个坎坷，伊是教中文的嘛，华语。伊到遮食老，伊要甲这个语言捡倒来，等于是甲华语搁改转来台语。哦，啊，甲秋丽即个歌共款，迄个作词作曲伊是一个翁仔某，因本来嘛是台语人，啊，为着迄个环境也是迄个时代要讲华语，啊，毋过因食老也是有一个人离开了，因转来伊原底的语言，用顺的台语甲唱转来，这就是咱即马足侪人去做的即个工程啦，吼。好，大家当搁点点听吼。啊，这个落雨天，咱等一下来讲。来，好来，这个有转来跑 point 嘛吼，论点有法吼。好来，今仔好来，搁转来。11点。好来，即摆，咱是感觉搁讲1点钟嘛吼，无讲毋对用吼。是。好来，过来就是今日袂着顶，迄个廖辉老师甲景冠老师是姊妹啊看，因写的文章拢有叫对方来看，互伊听对方的意见，因真正是手筋啊拍手，姊妹啊伴啦吼。所以看到因两个人是互相嘛是闹气，互相拍拼吼，就是互相就是调度啊，求进步。伊嘛出即个行袂着，顶甲最近佫出一本落300号下晡啦吼。啊，即个景冠律师，因两个拢有一个，就是较笑开、较趣味的写法吼。譬如讲，我感觉我做爱即篇的一个太，那叫毋敢讲了起吼。话讲一半，小妹忽然间细声问我：迄个有转着无？有转着无？我一时听袂出伊是咧讲啥。伊佫讲一遍，才听着伊是讲那做物日语的鸟鼠。哦，伊连台语拢毋敢讲，因为足惊了解。那做物是我含小妹熟悉有限的日语字，因为迄是阮妈妈讲的话。做囡仔的时，阮厝是日式木造建筑，吼。我感觉这是较学术啦，阮拢讲房仔厝啦，嘿。加减有鸟鼠出现，特别妈妈讲起都用日语。伊讲那做物足正的，吼。若互因听着，拢当袂着。无管是用人啊当，也是用鸟鼠啊摇头，吼，甲头互死吼。我先来讲，既然因
遐尼巧，无定着早到学晓外语啊，这足趣味的哦。这袂输迄个阿尼美感觉卡通共款啦。鸟鼠嘛听有，听这个人咧讲话，啊，本来是听台语，因讲日语伊嘛听有啊，这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吼。毋过这个机密吼，已经是阮兜的传统，几十年来要对付即种干巧的生物的事，阮拢毋敢光明正大讲出鸟鼠两字。我的外甥仔较新派，伊的名字是 Mickey， 啊，这就是英语啊，嘿啊。啊，毋过你讲久了，可能伊嘛英语嘛听有啊啦。好，伫台北几十年来，鸟鼠伫阮兜出现，可能无超过300。毋过个月前，要下空有花，知明明有花园，吼，票。我感觉嘛较花，这就是较文啊。刷我会用刷啦，刷袂开花就无去。起头怀疑是鸟仔也是落嚟来食。后来一盆红龙草的插枝两排拢倒落来，我才判断是鸟鼠。当然，我判断这是较书面语啦。我会讲啊，我了算可能是鸟鼠啊，是安怎？吼，来，以前伫头前的阳台种2、3个长盆的野空牛花，总是开甲闹热滚滚，伫楼骹举头看，感觉伊对巷仔美化真有贡献。即阵竟然有鸟鼠来破坏，袂对付伊，敢会使？我用笼灯吼，照笼仔灯吼，笼仔内底交一块芳芳的肉，经过2工，拢无看到鸟鼠。第3工真足快，内底竟然根本无肉，可能早就互伊食去。我敢拄着有轻工的鸟鼠。决心含伊斗志，这是华语啦，嘿啦。啊，毋过台语安怎讲？咱讲先拼先嘛，对无？吼，我搁再伫笼仔内交一块肉，经过1日、2日，要原封不动，这嘛是较华语啊。来，这台语安怎讲？经过1日、2日，安怎？抓无着。讲抓无啊，要迄是肉原封不动。规组好好啊，规组好好。这个讲法咧吼，原封不动是较华语文言的吼，所以我得到上悬的结论，鸟鼠已经选啊。讲实在，我嘛惊去撞到伊，敢若受到含伊树木相对。这台语咱讲目睭对目睭啦，做个讲法咧啦吼，目睭紧密相对吼，相对象啦，会当讲相对象啦吼，就去加某配。免讲要着甲处理，杀生是无可能。若无，敢着爱像我厝边安尼，暗时趁无人看着，偷偷摕去公园放生。哇你咧，吼这，我去放生哦，吼这，万一伊亲像互人放屎猫啊、狗啊安尼，家己搁转来主人兜咧，吼，所以就是讲，这个伊的台语开较重，毋过加减拢有一寡华语的分遮伫内底。毋过就是我感觉尽管鲁迅就是你看有个所在就无用汉字，像因啦，也是干啦。伊对散文概念就是讲爱大家看有，莫有足侪牵碍，所以伊就甲代志讲互缩减简单，大家了解，啊有一寡诙谐甲误认伫内底，这就是尽管鲁迅的。所以伊的散文副刊拢做爱看的啊，因为这个读者报纸嘛，报纸有时阵袂去看收档，伊就看这报纸的一个文章，大家都算大家都真爱看就对啊，好，啊，迄个这就无时间讲，好，过来这个秀荣老师，这个我咧唱歌，咱来谈谈吼，伊的散文就真大条啦，因为伊是台语的老师，而且做这新北市的辅导员吼，所以伊对语言基本上伊台语开就真好真顺啦。啊，我头讲我咧唱歌是0岁到50岁故事，咱来谈就是主题来讲。我来拣一篇好来，迄个
这歌咱等一下来。阿母玉日，我相信啦这阮太太听了一定看了一定做感，一定就来掠来念也是讲咱负责你洗衫的这查某囡仔，即摆嘛有查甫负责你洗衫内衫的啦来，伊用这个内衫有人讲我太太讲皮衫，这个个来掠来做主题来讲古早有一个叫做夸父的人。看日头请爷爷，甲土地拍甲打，大家袂当做事，无修行，日子袂快活。伊就无顾性命，就抓讲要去捉日头，要叫日头毋通受业，互大家日子好过，心内无惊吓。所以你看这拄开始即拍就知影讲，伊的用字拢是真台语开，这台文用甲真水开伊搬山过岭，无暝无日无天骹，逐9暝9日，犹是约袂着日头。尾仔伤忝，因为伊用尾仔袂用后来，就是伊真正用较顺的台语的伤忝煞牺牲性命。逐摆看到这个故事，明明知影约日头是戆代志，毋过伊勇敢牺牲的精神，互我真感动。为大家牺牲捉日头英雄，毋是干那男性。我感觉最好诶，伊用女性诶观点来讲阮兜即栋大楼，就一定牺牲青春捉日头诶女性。毋过因袂嫌日头伤大，因是惊日头无够大所以即阵台湾台北拢落雨阮太太就做烦恼诶，因为即个听着我这叫查着。我这日头若出来甲婚人爬开，阮整栋大楼阿嬷阿婶有够欢喜，因为烧落的日头，若互人有元气，这时阵是用日语毋是元气佫会互衫打无湿气，闻着有香味，食着健康食饱日。另外佫有豆腐伊佫有豆腐，所以你写这台语文的时阵，迄韵就真水good南部乡亲可能无法度理解北部人对日头的相思。寒天的台北欠日头，无够侥幸的是定落雨，无一日好天。受伤的是定起怀疑，是拄则说好是毋是？所以这个你念起来，我感觉台语开要水气也是好。我感觉就是爱念错，因为秀荣老师伊就是真正正台语开这逐字逐拍拢真水开阮兜住电梯大楼，露台遮一咪咪，披衫已经无够舒适。若少受要会通风，有大日头，袂输戆人连戆话后壁佫注解遥到望西施，你看这用台语的这个俗语，听起来就真笑亏就因为安尼，透早只会看到出日头，只爱为家庭牺牲，做人阿母的女性。拢嘛开始捉日头，所以这种老师我感觉伊这个词会当好来背起来真赞，这真正拢是真台语句。是饼洗臭洗衫机一人比洗比一人较甜你拢有豆腐呢，楼顶楼骹走来走去，我要伫日头落山种植，晒鞋、晒衫、晒被单。因勇敢为家庭牺牲的精神，嘛，互我真感动。若拄着好困日、搁好天，我嘛会对因捉日头，因为我有想要互囡仔健康的坚持。因为我思念故乡规年通天拢是好天，因为秀荣老师是高雄人，高雄做汉哩落雨的啦我会想起衫互日头晒干了后的香味，迄种香味。有阿母疼惜囝儿的记忆。我的查某囝有一天，恁若离乡去别个城市，无阿母伫你身躯边，恁敢会看到日头，想起阿母日子？我讲这个无论是这个铺排规个意思，我感觉是一个足标准的迄个文章，台语的散文，无论是用字、伊的铺排伊的安排伊的主题伊的感想，我这秀荣老师无甲伊册写做，因为恁学校要教囡仔，也是讲你要开始学这个基础的这个台语
基本上伊无啥物离经的所在，是欠点的所在，伊就是甲这个代志讲互清楚，吼，讲互有味，这就是谢武老师的这个散文吼。后来，伊上尾吼，这本册吼，咱来读到后壁，佫有迄个小词典，吼，伊会甲引用因查某囝话图，吼，你讲乌阴、落雨、落雪。风太甲画出来，用这图来表示。过来的问题后壁佫有注解，日头请爷爷做事手抓惊吓，飞开侥幸，落台术是拢人咧讲话。对吧？你若讲华语就痴人说梦，你若伫这个台语不是用痴人说梦免咧讲诶，台语就是讲人咧讲话吼。来，伊个问题讨论，伊毋若是甲这个文章读过了，你看。你来互学生也是要学台语来参详讲，你介意好天还是无雨天？为虾米？恁兜伫倒位晒衫、晒被？为虾米？你印象上深，恁阿母为厝里做诶家事是啥？你想要甲伊讲啥？你会当为恁兜做诶代志是啥？为虾米？这是因为这伊算好教者，袂当问诶问题袂当收深嘛，无囡仔嘛知影讲。这就是用这个引出来方式问题讨论，来甲你。引出讲，你甲台语吼，你读这文章了，甲你的用台语来讲出来这个想法，你的感受等等啦吼。这是迄个秀荣老师，我伊真正你也要学台语，我讲这真正是真顺吼。这是咱就来听一条歌吼，最近吼，这个来听这块歌吼，这个必顺，这最近台语上唱的就是这条歌。即摆变做台语家歌，已经破1000万，对吧？破1000万。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伊一个轮回，真心存啥货？你看日出，地鸟仔咧啼，是自然的温馨姿势，像人心若痛，人讲上多，免想做解说，予人心顶地，岁月再经过，谁拢袂放过。一种缘分，予人做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过千万年也袂当相陪。天地之大，予咱意相随，四季轮替，配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乱，亲像孤鸟等时。满世界找你的人在过，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缘分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即摆台湾这个歌是够唱，去食一个鹅肉，去西亚市全部拢是必顺吼，尤其是迄个，我想即摆做侪囡仔拢会晓唱啦吼，讲。亲像古只电视的，这听一届了吼，你直接去设计吼，你当下是连困拢会唱到这个歌，这就算是正版的这个台语歌 KTV 的食着，就是落工咸就对啊啦吼，人华语讲傻狗血啊，这咸鲜实在是足重的。这个歌本来嘛是一个，那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嘛无法是尾也是安怎会唱？像一个外国。我毋知对一国的外国查某囡仔，伊来翻唱就对啊。唱一个向足唱起来，因为伊本来就袂真唱啊。因为足侪人吼，尤其是外国人，最爱甲这个用外国人，就是外国来唱这个台语歌，互伊唱起来。即马差不多伊变1000万，无一两个月时间就1000万，会得点完落啦。无论你去西亚市我去食一个鹅肉。听讲即马吼，比如讲一寡较
烟花的场所啊，因国歌是即块歌，因就是去某咪所在，我就莫讲遐济，就是先唱即块歌。我听一个朋友讲，我无去哦，我无去哦。迄是朋友会创过，我甲你讲，即马迄个某一寡所在，伊的国歌是济，因第一条就开始唱济，迄气氛就起来安尼啦吼。所以这有时阵台语嘛诚，有时阵这就是台语占水气的所在，有时阵伊就是某咪所在伊会要安怎会发露呢？嘿啊，即个我会唱甲呢，实在是互人想无啦吼。后来讲完这较轻松啊，咱就来讲，即过来吼，我会讲20分钟吼。我来讲，即马我感觉陈明仁到陈明仁老师，也是那春水老师的小选吼，拢写甲最好做定着。我即马要来介绍我即个，我即马讲者就是讲到书写的技巧吼，华语啊、台语啊吼，差不多是差2成。毋过这2成无遐真学，无遐简单哦，真做咱搁伫找找甲发展，要做3项代志，就是找台语开的词甲字句，吼，这是第一步，吼。迄个咱比较即个玉辉老师、尽管女士到秀荣老师，伊就讲，先找台语开的词，莫上好是莫为华语翻过来，过来就是顺台语的理路甲开口，这就搁较有，吼，搁较学的所在。过来，我感觉第3步，我感觉上难的，就是咱即马只要你为秀荣老师也是较正版的台语文开始学的时候，较袂即个问题。较学的是为语言要扭到文学。迄个台语的手路、甲主题、甲气味、甲风格，甚至文学精神，这是上学的。因为迄有时阵爱看一个人的才情，有时佫有时势，也是讲伊的拍拼等等。所以我即马因为是朋友啦，吼，这都是家己的朋友，家己来报就是教化吼。咱讲华语散文，咱讲着干净吼，咱学校囡仔拢一定知简真啊，干净啦吼。其实台语嘛足好的，毋过迄是。伊有一本《月娘照眠床》啊，伊就是半台语文啊。毋过迄个时代佫无迄个观念嘛，无迄个系统啊，所以伊想要写台语，煞写袂好势，尾拢写华语啊。我感觉足无才，宜兰人吼台语嘛诚好吼。来，所以我即摆就是，我感觉你若要读台语散文，正迄个文学教导，我感觉文学的迄个坎站，迄个上好就是教化一本《我随你尽量》。伊写的最简单，伊做的最简单，就是伊读淡江大学，到尾啊，就是毕业了，带淡水，爱伫台北食头路。这我袂去讲120档的过程来写做一本迄个《我随你尽量》吼，24档啦，伊是屏东的潮州的人，潮州的人，带淡水24档吼。我感觉教化这本册就陈明仁老师也是足侪散文家拢写甲诚好，毋过有时阵咱是毋是要行出较现代有家己的气味的，较现代性、较现代款的，就是像我甲焦华无差几岁，阮是现代人的即个散文写我的心声，而且佫是正台语开。我感焦华即本册有摕到即个台湾文学奖的金典奖，有8本一位。另外一个就是迄个周家祥的即个夜观顺点，顺带本的就是焦华一本来，我即马就开始讲吼，这个可能要讲20分，大家来斟酌来听吼。你就知影讲伊的散文写到偌水气等者，这篇叫做《水映菜》。来，淡水，这个我就无听啊，迄个。然后有啥物顶台你甲我讲者吼，因为我已经讲足侪交，因为这篇实在太精彩吼，水映菜吼。咱讲完了就差不多，这个要煞来。淡江人的后山，可能为水源加2段过灯花大道算起，看后到倒位？伊头一个破就是点破这后到底有偌后？淡江农场是后山，自首禅寺是后山。蒙仔埔过过碉堡，迎新的烟火暗火戆戆的菜鸟啊，规阵互带去到遐，遐嘛是后山。所以伊这个点地真赞，就是后山到底有偌后山？你这个后山过过嘛是后山，所以伊拄开始就点地嘛真有趣味，伊用这个手路其实嘛是点出这个伊规个地理的形势，迄个地理的迄个位啊吼。所以伊算1减3个，
吼，一减3个，有3种zan处理内底。后来，顶世纪尾90年代，我架骹伫后线，你看用架骹哦吼，想起来，迄应该拢是趴远的平田，哦，趴远就是荒废嘛，平田就是山顶田、热田，就是梯田做一讲法咧。毋知传几代土地吼起的农舍，啊，农舍伊这兴起来就是意思就是，即摆农舍毋是以前迄种一间厝用砖仔空，即摆农舍有时佫诚气派，佫诚好野人住的吼。我徛吼，水源街二段上尾栋的4楼，徛就是大意思啦。有人讲大是漳州人讲，徛是泉州人，这是一种讲法，就是大水源街2段上尾栋4楼。厝头家也是厝主住1楼，人真客气，是虔心的佛地主。你看虔心足水哦，佛地主哇！我感觉这个真水气吼。厝税几若年才起500，一年2摆来收钱，拢足好礼的笑面。我的歌水源家唱到的厝头家毋是伊，是要表达一个普遍现象而已。伊虽然讲伊这个因为焦华伊嘛，伊是算早期是对迄个陈明忠吼，咱算台语我上重要即个民谣歌手之一嘛，对唱歌，所以伊家己嘛出唱片，伊有一条叫做水源家，吼，伊厝头家毋是一个普遍现象，伊讲的就是咱台厝头家普遍的现象。后来，为淡江后门来到遮1公里左右，加在是一抓观念拢免爬行。因为观念即马较安尼讲，就是高岗领先。哦，这问阮阿爸，这个高岗领先讲，阮阿爸袂晓讲，因为阮算残征嘛，啊无住山里的阿伯阿姆会晓讲，不过就观念，有人讲灵啦，有做者讲法，伊是讲观念拢免爬行，过阮楼骹佫继续行，一边是相思啊，吼，相思啊真正较亲切啦，吼，即马有人讲相思树，我想起一边是发草的山片，几处官网开始占位，哦，官网甲当作人吼，啊当作人去占位，真活跳吼，路墘的水沟无看惯，即摆拢讲路边啊，路墘是佫较台语气，水沟无看惯，嘛还无遐济学生赛车照停，沟仔水一清，好运雨会着虾仔囝细尾，你看这就是水气的台语。伊即摆台语，即摆华语的本呢，拢是偏正结构，头前做一形容词，后壁一个名词。咱台语有有迄个有动宾，嘛有事补，事补就是好运雨着虾仔先出来，这事先出来，虾仔囝后壁有一个倒钩起来形容这个虾仔囝细尾，这是一个做水气的讲法。比如讲，咱台语会讲。一粒好食搁大粒的西瓜，啊，不过歌语另外讲，一粒好食的西瓜大粒，所以我感觉这个构词啊、构词这个字句都真水气，好运好着虾仔囝细尾，树枝若到搁有毛虾，水源地就伫300米外，出泉楼内的水拢还袂污染着沟仔底生物才通活，有无？用活这个是啥字？来做这个手刷，吼。当啊，到大路到家尾弯倒面去，直直无对咧我的小路是346行，行啊入面，树若阴吼，阴是动词，啥物名词，这个阴共一个字共款，毋过发音无共，所以有迄个注解，加真念。过来伊有轻声迄个。迄个连字符两个就是轻声，热人不是热人，是热人就是热天的意思吼。仙啊仙啊，这仙啊吼叫歌好吼 ，AAB， 咱台语啊形容词啊，做者 AAB 吼好，因为这就是一个语声词，所以不一定是细汉用好。头前面就是河尾水道的源头，像准头水源地海拔量约。80米高，用量约哦，量约啊，量基约，大约大概，这是台语足侪迄种这个词啊吼。台湾第一条自来水道就是为即窟泉坑出水用窟，你看台语的量词真水气吼。送落去淡水河边的河尾街，
水稻1899年完工，日本人摕台湾遮4吨，我大学搁读加人1吨，你看真趣味嘛？因为大家拢读4吨，加人1吨，伊甲家己开，啊，因为吼头前拢是讲的铺排拢是一寡历史的资料，你散文读到遮会介无聊，所以到尾啊就是翕一个尾，这个尾就是开家己，吼日本人摕台湾甲4吨，我大学搁加读1吨，人会讲哦，迄个时代是招海时代，搁加读1吨，人甲无彩钱吼，足讨济。虽然即摆囡仔拢定拢加读几啊吨，毋过开家己嘛是一个笑开，有一个做趣味的尾。自来水老爸灌死讲水道水，家户准开着水的开关叫水道头。伊就开始啊！我感觉一个散文家是一个文学家，伊伫迄个当个思想物件，伊会起摇去。迄敢毋是水道尾？因为为水道头扣水过来时阵，咱水道头迄个水龙头应该是水道尾啊，较会是水道头。迄是用这个开纯水的人的观点来看。是水尾啊较对啊，伊就安尼想啊。阮后山水源地毋只是水道头，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哦。伊安尼去思辨吼，安尼是去变，这就是一个散文的趣味。这嘛展现这个散文家吼，伊对生活事项拢有溪口，拢有思考，拢有观察。河尾水道正港岸遮起头。好，过来伊来议论啊吼，后面的理路拢无的确的，去后山水道头附近，在地人叫山骹，咱想无，都伫半山腰啊，哪会是山骹？吼，这真趣味吼。水源地迄粒山，是我伫凉台洗衫的时拢看会到的，云开啊未，沙皮的打无，山头是天然的湿度计，有泉空的山，互我想到。一经的蒙卦，上师解说的山下出泉。这时阵因为是古语，咱就爱用文音来读，咪山骹出泉，山下出泉。吼，这文白伫这个时阵华语无差，华语少数数差。咱台语啊要念这个时阵，文音甲白话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读汉文的时阵无差别。这就是咱台语会当甲华语无共款的所在。安尼就有影是山骹，吼。我倒边去的大路，弯弯迄个节固定穿一台粪扫车镜，咱华语讲纸车、垃圾纸车，咱台语讲粪扫车镜。互粪扫车无驶到为后山人里边，毋是便利是里边，吼嘛较水开。不管是拢会当来遮等，毋知一件对偌久啊一车。人生上就是客家歌手吼，捌一摆散步的时，伫即堆粪扫内底捡着一支吉他，因为这是外来语嘛，懂吗？而且规支新好势当当，也算是一件后山传奇。你看，这就真趣味。收山的所在拢有一寡溪海，好来，弯我过无偌久，路边开始有水影菜窟，搁较过咧就到淡江农场，矿泉油田寒人无开。热天时啊，水足冰的。我做过卖票工读生，票到的阿库里通看出去。对面拄好燕老李家古厝的李乾隆教授的迄个顶个专家因兜古厝，即马有家己听啦吼。出大日的顶部，我是讲内叶啦，啊，即麻叶内叶啊吼。麻叶啊，吼，拢有内叶定伫迄条山的天顶冒飞。这个时阵教法就变一款咱台语文的迄个，咱一个语言有汉语有分做形、音、义，这个用形来做一个处理。麻叶听到离山的天顶，这是冒飞就打混摸鱼啊。毋过麻叶甲即个汉语蒙飞、蒙飞，佫有即个蒙飞的意思。吼，所以伊是用即个字形，互伊即句无共款的有无共款的意思，会处出去。毋过即个处出去拄好是文学的一种手路。吼，所以听讲蒙飞，你会佫想是蒙飞的意思。这就是
一个词两三种的意思，这就是一个散文家的这个所赞的手咯吼。票顶啊，伫大楼入来倒手边，较加小看。我来讲，这句啊吼，当去国小迄朗读比赛，迄个囡仔8、9成总倒啦。吼，票顶啊，伫大门入来倒手边，较加小看。你看我念无使，我有时拢念无使会准吼。较加小看。吼，这个调甲这个轻声足有路的吼，这实在做足水吼。大门外车对面哦，路沿，它嘛有一缸泉，伊是用缸哦，咱台语用一缸泉，一缸空气吼，一缸等吼，一缸泉。过来，泉空出来接一逝沟，你看这个台语的量词偌水气，一缸泉，哦，一窟迄个应菜窟。蛇空出来一逝沟，沟啊比着水应菜窟，哦，胃坎，嘿，这嘛是台语的用词哦。腿落去到沟墘，哦，蛇水默默问，甲惨惨闹的声，规年透冬无停的，哦，你看 AAB， 你看用到这，哦来，迄蛇沟定定有人浸水应菜，拢是路边迄几窟现挂起来。底伫上大块家子啊，吼，家子就免解说。细甲把甜，杂，你看 ABB 啊，佫有三字塔数，吼，把甜，头前啊是 AAB， 过来是 ABB， 过来是三字塔数。你看，伊这个用词有够活的啦，这规骹浸地，你看是规骹吼，搞的确是一个足水的用词，搞啊底悠在泉水去徛，外地人。这时阵就开始有一个地方的知识，咱台语也是讲这个电影的知识。外地人听到水应菜，全抓准是平常咧食应菜插伫水里。毋过淡水人的水应菜毋是，嘛无空心拍讲哦，对吧？迄水应菜啊，阮爸种水应菜嘛，伊会去饮水嘛，饮水了，阮爸讲你水应甲你饮过了，伊讲会愈来愈拍，就是愈大讲。阮爸嘛是讲愈来愈拍。水应菜拍讲较好嘛，伊本来拍讲，所以叫空心菜。叶啊留，搁留啊圆，细许真牙去。所以这水应菜毋是咱食迄个应菜啊，吼，伊嘛毋是玻璃，也是迄个嘛毋是打起迄个水应菜。日本是有记落写豆瓣菜，香港人叫做西洋菜。听讲是有人为葡萄牙早转来香港，到搭还有一条西洋菜街，西洋菜伫英国嘛真普遍。到底是啥物时阵传来淡水，就歹溪口咯，吼，溪口哦嘿，吼，当然这个你用 Google 者西洋菜，迄就是甲咱食应菜无共款吼。水应菜底伫家子底啊，看起来那一大嚿，论边嚿的嚿，你看，这台语一包一嚿一卷，迄个长度无共款，包的方法嘛无共款。家子也配到水应菜，全空口的嚿仔头，达不时哦，不关时达不时。哦，这个时间的数字在，几若狗浸伫遐，可能是名透早买复早市的，吼，你用复早市吼，也是人注文要搞餐厅，注文就是日语嘛，是浸伫凉冰冰的泉水过暝，毋免冰箱。你看凉冰箱，这冰共款是冰，而无共款的所在，伊的意思，吼，伊念法就无共款。本地无啥拉散就是拉散吼，无清气的菜呀。顺续过西塘哦，吼，伊早散步行到遐，跍落来，看迄江泉水人，你会相信？这时阵我感觉一个啥物是文学家？文学家有时阵伊讲的道理无一定是通人，大家拢赞同。毋过伊用伊的散文用的艺术。去表达伊家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对文化的概念，这就是一个散文，伊会真做一个散文家牛的所在。这时阵鸟啊落来讲伊的个性、伊的性格啊，你会相信？无，迄毋是相信，迄是完全的确定这个世界本来是遐尼清气的，大自然并无亏负咱人。阮若摆暗时行到遐，伫水声甲美国水鸡找破摇把叉里。看到迄几大狗水应菜点伫水沟过暝，
迄是一份伫精选已经无底找安心甲信任。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作家伊做爱大自然的，伊相信这个世界是做清气的，是互咱的人甲升长去，甲有染去，甲拍歹去，伊爱是一种安心甲信任，果然袂记你倒一年啊，搁倒转去后山的时，泉空出来水沟仔顶，加过一座吼，这是用过，毋是加吼。白铁啊拍人啊吼，有门有大嫂是说来专门要关水应材。我想着个分两个狗，见着人就吠甲小掠讲，我无得接受一座铁人啊来关食材，而且是上解爱清气的水应材。清水鸡早市就是清水鸡，就是迄个因迄个淡水鸡啊，迄个市场菜市啊，早市一杯水应材，较早是20块银，伊是毋是用20块，是用20块银吼，这老辈讲法吼，毋知起到30啊无？去做白铁人啊，龙啊，是有人偷干菜才说的，也是后山行大的人哪来哪复杂，愈来愈复杂，哪来哪复杂同意思。水菜无关无锁袂使，拢互人看着真艰苦。这个散文家教我爱戴自然，这是用一个白铁啊甲关起来，都袂是关伫笼仔内底。自从迄只铁笼仔，我就无想搁要对遐去啊，因为迄个所在已经变质啦。水菜重水质有够清气才出油。我来淡水捌着伊了，既若市场，既若市场看着一定会买。简单炒一下姜丝这是来炒菜蒜头芡芳炒鱼脯嘛好，食着拢真煞脆，控汤着较功夫。伊淡水的最后一个晴天，想要炸几杯水应菜落来，伊共拜字，规抓早市行到头，拢无看见人卖。听讲拜6礼拜较有。这个时阵，作者想要转去屏东啊，伊是要炸一杯应菜汤，伊就去走找啊，去走去行搭。我乌倒摆徛咧，决心去顶路，去控伊线道找。水镜头、田园宫、北新庄啊，路边做观光客生意的菜价啊，看敢有一两百通卖我。我沿路问甲拢过北新庄啊，也毋愿死心，过牛仔山桥，一顶凉棚仔骹一位阿送咧顾啦，卖骹卖笋啊。不啊，若要爱水应菜，因头家即马人现地产力。我家己去甲找，甲讲伊讲诶，叫伊过我。这时伊就闹俗语啊，人讲啊吼，食无3杯应菜，就是要种生天。迄天照阿送诶话，为路桥尾迄蛇路挖入去，可能我50啊8条羊买无来，正经是想要食3杯水应菜，拼去到生天，伊就原本的俗语，伊去变巧，变伊家己即马要讲的迄个代志。淡仔加路前方一丛大树，请停伫遐，敢若参花路通行。水潭一坎一坎爬起来，凡说是大屯溪边上悬的水潭。阿送因头家毋知伫倒位，有人伫咧无？店照食吼，足侪店姊姊店主店照食山蚵、有树啊，去因。无叫声无引导倒，因声就是回声啦，无引导倒来。有人伫咧无？过一时啊，一个地过咧阿伯为顶头骹白笋长徛出来。阿伯，我要买水应菜，恁太太抱我来食。阿伯豆豆行落来，我说明来，伊本底就脱车骹，听我讲煞，骹搁踏落去另外迄较低迄区田底，偏骹白笋长骹的水应菜压落去挂互我。伊讲迄水应菜是纯煞茶，放互家己去拖，这人较慢，较无人买。迄规区迄款呢，是有人专门要收，伊挂较油的互我，剩的搁会家己发。你正规应菜拢知一个手挂差不多200个，田花边捡一丛草仔枝，甜2粒，白乎料仔按的，拍一个干，就是产地现挂水应菜。这动作写甲足流利的。嘛是足古早无迄塑胶笼啊嘛，用草仔枝甲填起来。这写真水贵，规早起走总算无白了工。
我规身干那买做用菜。阿伯是一直学咯以前的骹白笋，讲足好诶，拢人来到厝里买，一个买15-6斤都有，毋是拢有哦，是用刀有哦，刀甲拢这是无共，有了啊无共款，因拢毋捌咧再出去烧，因为这样用刀，这样用弄，这变这个台语文的写法，这有足侪美感的吼。来，上尾啊吼，来，阿伯，迄玻璃骹白笋，甲咱遮比起来安怎？啊，玻璃会歹食啦，敢有影？安怎讲？咱遮的水加较冷，骹白笋食着较油。甲水用菜烧香，骹白笋嘛真会上水，白水一好，咱搁也一步冷。食较好的骹白笋，就爱做事人毋惊掺水冷生生吼。这个歌大拢知。10日10月中，产的骹白笋比人较悬，毋知啥物时阵种的，也袂讲是3月。新历也旧历，咱人无义搁再听到一本咱人就是旧历的意思。阮阿母嘛会安尼讲，可能是日本时代日本政府推行新历，惯是照旧历过日的台湾人袂爽，就用即句咱人来代替旧历。毋知敢通算是撇话，看会着专门的术语啊，行话，意思是因过新历的毋是咱，嘛毋是人，毋是咱家己人的意思。阿伯种10几岁做是到当买80啊，较早遮的田拢布稻啊。后来稻啊继续歹，才改种骹白笋。因即代农民是确实活伫咱人的世界，伊用台语这个意思，佮变一个伊对这个世界的解说。吼，这就是上门甲教的所在。吼，这个乌龙水稻啊，依山倒海，吼，真正水。天都无要照价子啊！咱人当时种作，当时收月因月起，伊原也是照咱人的期间。吼，上尾，吼，你看咱的教典有用哦，吼。咱人吼是咱即摆讲新历旧历啦，有一种讲是咱人。来，上尾我一撮路爬起来到遮，买着这样菜，结果共一撮田花路细日踏落去，落去大树骹牵我50啊，吼，真亲切吼，真正是伊的车吼，车发动挡啊毋敢转动，看啊流落去公路骹，吼，看啊豆啊聊啊温聊拢有。来，即撮路阿伯。为10几岁啊，逐工行到大，我看伊拢褪赤骹，无穿鞋讲，下半顾甲全通。想起进前小林山的朋友问我，农夫下田为什么不穿鞋？啊，这个食米毋知米价啊，我真到大毋捌有这个疑问。做事人路残穿鞋才是奇怪。这个问题拄好是煞问阿伯，伊讲穿鞋较笨。这个笨毋是头壳戆戆的笨，是笨脚笨手的笨，吼。啊，有人讲是迄个出海口的时阵，迄个土较侪像迄个北港、新港迄个水，迄个溪底笨起来，这意思吼。台语的笨甲华语的笨，台语的笨较毋是讲人的头壳，是讲这物件就无溜了，吼，无活，无顺，好吼。来，三杯水用菜寒伫手里袂易食。那亲像去过一撮西天倒转来，迄伫西天内熟悉着一位真人。咸菜天无照价钱，嘛是几句山田，逐工过好过咱人的日子。这正是就是真正咱人的日子，毋是这个，它是真正是咱人。所以这个食法讲啊最好诶。啊，你看着这个文章啊，我就是讲，笨就是无流利嘛。讲的较毋是人的头壳，啊咱人也戆戆，台语安怎讲？互恁看一个哦，来，上尾有100种，空坎硬戆硬，这是高音的词哦。来，但是2字的咧，咱台语也吼骂人也吼头壳无巧，这真正词够济。这是2字的哦，过来3字的，搁有4字，坎头坎面讲较讲面，搁有外来语哦。超过100，甩拍带，空腔啊打，速度，叮吼。所以这个华语的笨，台语有这个讲法，毋过台语的笨，煞毋是这个讲的意思。好，这时阵焦华吼，伊有得过一个金马奖，啊最佳作词，伊有摕过大奖哦，所以真正是无简单。好，啊上尾吼，这个顺创的作文啊，即摆。
高中的课本拢有，大家拢去看。这做者老师啊，吼，拢专工来问讲，哦，你写甲遮深，到底是啥物意思？吼，这咱就无时间讲啊，吼。咱即摆迄高中的课文，艰难版的，吼，这个拢有写。我这写的是较素情，就较抒情的，大家通去看者啦，吼。好，安尼，上尾吼，大家若有对我的作品，还是对顺聪感觉今仔讲甲袂歹吼，你会当追踪我的，跟随我即个卖种业，还是讲迄个我即个卖种业甲我本身的迄个名册啊，吼。好来，感谢大家啦，吼。上尾我看哦，来听我作词的歌好啦，来。可能你已经困去啊，你若对哦，你若困袂去的时阵啊。风吹，对我写的一个词嘛，咱就哪听吼，哪逐今日的来，文婷。这一台车子从我们创团，一边录一边哼一。哦，咱讲的可能是较深较长，我就是，因为咱台语散文你着逐逐读会有诶趣味啦吼，啊，你会当像我即条歌个风吹残年，风吹过残年，台湾即摆是12点啊，到尾来后来全世界，咱来听一下，咱就来说。风吹过残阳，阮家己阮故乡。风吹过残阳，满北的忧愁，风伫遐吹。咱拢知影，人有影，树仔有影，山有影，鸟仔有影，云嘛有影，就是风吹无影。飞起来，甲风当作床单，厝伫树仔骹内困甲残阳，当作同事时的名称，甲残阳当作同事时的名称。风明望残阳，风明望残阳，风明望残阳，残阳高忧愁，风伫遐吹。我就是哦，就你来收煞啦哈。多谢顺聪先生，今仔日甲咱介绍咱台湾的散文，啊，搁分无同的阶段吼，就是无同阶段的人，若是身躯边有朋友想要来开始读台文相关的作品，会当对倒位开始读安尼。对，啊，若是大家煞来时间有想要，就是问顺聪先生啥物问题，我感觉今仔日袂输是一个读册会，啊，真精彩。对，啊，会当来伫。看直接野手，啊，还是讲伫迄个对话区留话拢会使，对。啊，我想讲，毋知影，医生敢有想要有啥物，就是互顺聪先生一寡。看大家有啥物，安尼讲较紧啊，一寡有紧啊，讲较紧。无话题吼，我来简单讲一个自己的感想吼。足感谢这个顺聪，我相信伊今仔日所讲的内容是台湾现主时啦吼，上界话上界现代这个台湾的生态这个方面啦吼，啊，这互我印象就是讲咱即摆台湾吼，真介绍真活吼，真有活力吼。这可能是正确的哦，互咱大家真鼓励吼。毋过吼，另外一方面来看吼，其实若按负面的来看吼，会甲这个强势霸权的华文来讲吼，咱台湾抑个较弱势啦吼。至少咱知影，为旧年起吼，台湾生出来婴仔吼，统计上无半个。伊的母语是台语啦，吼，所以咱台语的路吼也足长啦。毋过吼，今仔日看这个这个示范吼，实在是
真大的鼓励吼，甲30档、40档前比起来吼，足大的鼓励吼。是安怎讲咧？因为我相信吼，咱即摆伫台湾现代即个社会现象吼，我相信讲是会活啦，是真正确的。为什么讲咧？因为你看伊的内容吼，伊是足超近的，就是讲社会的人家己发展出来，吼，毋是政府命令，吼，教育部命令生出来的物件，吼，伊的内容足生活化，吼，咱看这散文啊啥货，这歌这画本吼，足生活化，伊是咧介绍台湾人生活的各方面，所以即款物件有活力，吼。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物件所产生出来，有大大的利用吼，现代资讯的科技、电脑的科技、AI 的这个物件，吼，所以吼，伊生活化、套近化，有这个正常化的这个潜力伫遐。我讲的正常化，就是讲会当甲台语、台文脱离灭绝这个危机，这个现象。所以吼，为这3方面来看吼，我感觉台语即摆现象啦，即摆生态吼，会使讲是真正确，真有希望啦，吼。这是咱家己鼓励一下啦，吼。多谢多谢。呀，另外一方面吼，咱讲到用足侪时间讲到这个台语难着华语这个问题啦，吼，文字问题啥货，这方面这个问题吼，我想一方面是足自然啦，一方面是咧表现讲吼，咱台语吼，这个耳壳啊渐渐咧摊开啦，吼，这个现象就是这个耳壳边产生出来物件。乌的南北台语南华语这物件，这做自然啦，吼，当然是真无水气的物件，但是真歌舞性的物件，吼，讲到这个台语南华语吼，咱会使按3方面来看啦，伊南的透南的程度啦，吼，第一是伊的词啦，吼，台语的词用华语来南的，吼。第2种是文法，吼，应当是这个字的顺序是安尼吼，你来用华语的顺序来讲，这就是去套南着吼，这是另外一站，这是较严重的改站吼。第3上严重的改站就是价值观甲观念的套南吼，你来用台语台文来写迄个梁山伯啊，啥物烟台遐物件吼，这就是观念的套南吼，上介严重吼。今仔日咱看这个套南吼，真少有这个价值观留伫华语的迄个物件。我毋知影讲，因为顺从兄是台语人，所以伊介绍的物件是吼。较正面的物件吼，所以我毋知影。但是这个套人我感觉真自然啦吼。我是要强调讲套人有3个改造吼。上严重咱爱坚持的就是这个价值观，莫去用套人吼。多谢。真赞成，真赞成。多谢。我是讲迄个，我是希望讲大家啊，你若有法度吼，会晓写着做你都。有法度写，就是尽量去发表，尽量去讲，甲这摊开啊。因为咱这个台语，有足大的危机，咱一定要甲迄个甲经好大。你若拢无去讲，也是无去写，迄就豆豆会消去无去啊。这当然做法大家拢无共款啦。我有时阵我无赞成你的做法，你话，毋过上无你是你有台语这条路做，我甲。大家想法一定拢无共，你任何做任何一个代志拢共款。不过你就是爱做出来，这才是上要紧。是啦，是，这拢是靠外的人咧入来的现象啦，吼。对啊，我，当然是愈侪人愈好。当然像你讲的语言、文化甲观念，
是讲迄个最近有一个无主计划，就是台语的教材，啊，有人就讲着讲，伊讲讲变做伊讲介绍这个事是老时代去拍讲囡仔。啊，当然阮细汉是定有啦，不过咱台语啊吼，因为已经向去互看无啊，是讲有一段时间真正是向看无啊，是讲有文化即种袂好插白啊，所以咱即摆咧做台文运动时阵，咱是要用即个词，咱爱去斟酌一下，爱去思考一下，讲咱要推崇即个俗语，有诶俗语啊吼，当做历史诶资料就好。莫一直去讲，就讲较早有安尼讲法。毋过咱即摆即个现代愈人平等啊，各方面咱就是即个物件，就是吼当做史料，莫一直去强调。即有时阵即大家会当来参详啦。哎啊，是讲就做无爱家后诶啊，是安怎是爱牺牲查某啦？哎啊，毋是牺牲查甫。当然即也是讲较早讲生查某囝就无效即种。我嘛两个查某囝，我绝对无赞成即个观念。所以就是我感觉即先摆讲足好，观念。一寡物件爱去思考一下，莫过互迄个好种毋糖，歹种毋糖即种，莫有即个情绪发生。是多谢孙聪先生甲陈瑞生，对，啊，毋知影各位敢阁有人有啥物想要回应的，来讨论、来开讲的。陈老师，你敢会当先甲你的 PowerPoint 先翕咧，安尼荧幕较袂白。好，我来处理。关掉我来关。你替我开一下。好。好，冇问题。歹势。网友，我虽然台湾已经12点嘛，我陪大家啦，你有问题哦。其实即摆台湾时间有看完，对，大家会慢慢哪想？因为我感觉拄则像孙聪先生咧介绍遮真有意义，是因为像阮协会我妈妈的囡仔，就是因就开始捌字嘛，啊，因要找物件读，毋过就是像。比如讲，像共一个作品《Harry Potter》，可能全世界大部分的语言拢有翻译，毋过就是因可能无法度去找，所以若是台文的物件愈多，咱的囡仔选择就愈多。像阮迄阵开捌字班，阮是读册捌字班，因为阮想讲，像先生讲的，一个语言其实咧学是先输入才输出嘛，所以无论是听还是写，拢是啊。就是阮的捌字班对5岁到12岁，拢有诶时阵，因若读阿凤仪迄本，可能5岁读啊足欢喜，啊可能12岁可能就会聊啊无聊，对啊，因为对读册会，所以阮即摆后来搁塞一个计划，因为阮有诚侪，像我即款的毋是爸母嘛，啊毋过阮有诚侪，就是做伙甲阮做伙带囡仔的，因大部分诚侪是台语文社出来的，啊即摆出社会，阮拢是活动的时阵做伙带囡仔，阮就发起一个。天使汉斯配的计划，阮就迄款1对1，像迄款囡仔时，咱拢有配迄个天使甲主人的迄款游戏。对，阮就是甲囡仔写批，因为批即个物件，伊是写互我的，所以我就足想要读，啊，我想要会，对，就是甲册即个物件我有趣味，我想要读共款。咱台语文，甲在台文有遮个先辈来创作，互咱诶台湾人、台湾囡仔有加入着选择通好读，真感谢。我讲一个重点就是说。陈瑞生咧吼，也是面临到足侪台文的创作者，我希望会愈来愈侪人来，啊，无一定爱想讲写迄种砍针足悬足顺的文学作品。即摆上欠的一物件，就是，即摆足侪母语家庭，也是我要读台文的，就我无爱读华语，也要读文本无够，就是出版无够。所以我即摆咧鼓舞的就是中间的读物，就是读本，有分做4种，一个就是甲世界经典故事改做3万字、5万字口读的即个故事。主要就是知识读本，比如讲你是学科学的、天文的，甲天文的改做一本册。过来就是第3种，就是你写故事，你就是你无论你是黑白讲的，还是讲去佚佗的故事，少年佫拢会用台文来写出来。上尾一个就是讲，你就是生活内底，我拍篮球，我嘛用写一篇散文啊，对无？啊，我去佚佗嘛，写就是咱即摆欠的，就是较学术来讲叫文本，就是出版品。无一定讲一定要写到偌技术偌尔悬，就是敢咱万事万物的物件，拢甲写做台语文。你用啥物台语、汉语、罗马语无要紧，你就是放去网络顶读。因为即摆做一母语家庭，也是像阮较爱读台文的人，我希望讲会当，我的阅读拢全部拢是台文。啊，即摆出版量，若是出版需要爱钱嘛，爱时间去处理。
啊，若是我大日就是像我做爱读咧面册顶头，做者人写主食去佚佗诶啊，伊啥，我著读迄，我感觉安尼学台文会佫较好。啊，若是我多捡做一本册出版，啊，我希望讲未来5档10档，咱我都出100本诶读本，毋免收单，就是讲你知影诶故事，就讲咱台湾历史诶故事，啥物拢会读，嘿，是有人举手嘿。我遮无看，敢有？若有诶，咱直接开麦，安尼就是我惊我漏交去，对。我嘛无看去呢。对。敢有人要举手？对，若有要举手诶，人举手，啊，若是阮无看到，你嘛会当直接开麦安尼。陈清俊先生，是我是住伫洛杉矶吼。是。听你今仔日安尼咧讲吼，即个郑顺聪老师，你有资格通好去编一本迄台语诶教科书啦。那像咱较早若国民学校拢有迄国语教科书，你实在是有资格通好去甲为迄个收集一寡迄个较水较好诶台语吼，编做一本教科书，我想安尼会真好诶效果，啊，互每一个即算做国民学校诶咧标准教科书，这是我诶期待。好，多谢。这个毋免期待啊，因为要出啦。2项，第一就是国中、高中啊，即摆有教科书，伊拢是散文诚济，这是伊可能3档会换一届。这第一就是吕美清教授出来台文诶教授，伊即摆礼拜，我头讲者，台文诶迄个小说选嘛，伊即摆已经即摆离长咧编，长咧编就是就是迄个台文散文选。我头拄毋是讲一本，就是迄个头一本，种上即摆上大刊上深诶，100年诶台湾诶小说选，即摆伊长咧编散文选，长咧编，看应该是今年爱出来，因为有申请着计划，所以即个散文啊，尾后伊前卫出版社出，你著读一本就好。小说选甲散文选，我感觉要学一个语言，也是散文较好啦，因为小说有时阵无一定是。伊有一寡其他诶故事啊，是哩无。散文选我甲李清教授一本，我甲大家一定爱买。你要甲台文学了好，就随开。李清教授伊是足顶真诶啦，足鸟毛诶啦。伊即个字句也无水开，啥物就叫紧掉啊。应该是有这个主角。我甲后一，我今仔讲诶是一个算算我诶看法。我甲李清教授就是逐个好啊来5万要出来，要出来。你去前卫出版社会讲，你当时要出。多谢。多谢清俊兄啊！我看到美玲这也感受有举手。是。我要甲你请教吼，你咧讲台湾的迄个台语的教科书吼。伊是安怎是转罗还是汉罗？是啥物款的比例？伊即摆拢是。因为伊是教科书，有一个审查的规定，伊主要是台语汉语为主。这我考虑，我想到我知你有一点就是讲，因为其实2、3档前编的，伊有一个现象，文章无够。伊希望会当内容较侪款，所以甚至是找一个专家，是一个研究者，伊用迄文章甲翻做台语，甲刊伫即个。迄个印伫即个咱教科书顶头，迄个因为编排有3、4间嘛，我拢有甲伊开讲过，讲紧无文章，因为出版商无够济，准讲出版啊吼，就是有诶收深，有诶收浅，有诶无下生诶，紧到尾因家己还搁去找人，甲即文章翻做台语，华语翻做台语，来刊伫，印伫即个教科书顶头。所以我迄时阵我知影即个情形了，我就讲。我要做一样代志，就是鼓舞大家，写足侪文章、小说是一直写，因为编教科书的人一定是足大量去看，对无？伊要当然伊无法度啦，因为国中、高中的学生程度无遐好，有诶物件嘛袂当讲，也袂当进入去，无够呢。所以我迄时我有听到，我讲，那大家爱一直写，因为即摆社会是多元的嘛，我个囡仔。我讲的古早的代志，若无要听，讲我细汉的时安怎工厂安怎装卡，伊无要插你，
伊要看，伊要关心的物件，跟我无共款。我相信大家拢即摆华语日语个中字也中二啦，吓啊！你要面对学生，所以我鼓舞大家就是讲，我相信你会来参加，结果听到尾。我头讲用招话讲啊遐久，你搁我度听到尾，表示你真正是做有事。我希望就是大家吼，像单雷生共款，爱你写，等你网络，还是做录podcast，还是看 YouTube， 拢会当。互文不够济，我相信搁过2、3档，咱的教科书会搁定选。我希望我迄篇莫搁紧，因为太深嘛。迄是大学的程度啊，因为伊紧无啊，因为伊感觉就是紧无就对啊。我写一个学生的作品较少，我希望我大家就是一直写就对嘿。是个吼，我的问题是咧问你讲吼，即卖教科书是毋是汉字较济，罗马则用罗马拼音来补充？台语发袂出来，即嘛是啊，因为这是伊的现实啊。哦，啊，是毋是将来会变做转录的机会？有迄个机会？我甲你讲一个代志，就是讲，这是咱一步一步来。哦，我嘛是应望讲，希望咱以后出版品，有转行还是转录。啊，汉录难做伙啊，吼，我是有一个较趣味的，因为即摆有 AI 嘛。啊，你汉录啊，吼，以后应该有一个门能摕有汉字。罗马字、白话字甲台语拢有哦。汉字就是可能迄个系统，甲做伙了，你要读一个汉语的版本，你有一个 AI 替你记。所以我感觉这个有一个物件，大家毋免离遐冤家也是离遐济，因为科技的改变。我举一个例，咱即摆你也要去赛车要佚佗的时阵，咱咪找地图，咱是用 Google Map 对无？对无 ？Google Map 还未出来正啊，吼。我伫军中，我伫做兵的时阵，伊买一个几千万的系统，伊就是什么 GIS 我毋知，几千万的系统，结果买顶档几千万，结果超袂好势。我伊就买个系统，就希望迄个地图，结果即马一个 Google Map 出来，我死啊！我死啊！啊，佫有人要出地图，就是印的地图。Google Map 出来了，以早做迄个地图 GIS 系统拢无效啊。所以我感觉就是讲，有诶物件咱家己会当用科技来解决。迄个，比如讲基因辨识，迄个，比如讲咱讲家己以外度就 Siri 咱念诶，即摆伊足侪人去做啊，有足侪教授去做啊。好，所以就是迄个转汉字、转罗马字，我相信以后你汉字出来了，有一个系统全部转罗马字。啊，罗马字转汉，我相信这个我重点就是。咱政府像即摆要就连总了偌千亿，伊有一个证件，就是咱国家语言发展学院。哦，这个物件就是要来做这。咱莫为着这罗马字、汉字，哦，非得拢有就对啊啦。你科技，你政府有钱，你有一个 AI 也是科技的系统，你要读罗马字，要读汉字，要读汉读，只要你有这个资源甲人才去做，对科技人来讲，这拢毋是太难的问题。咱重点，我感觉就是这个就豆豆会当解决。重点就是咱爱写较济的文章，讲较济台语，互佫较济人知。吼啊！我相信佫一个问题就是台语学校，即摆高雄有一个国小要做台语的实验的学校，这个是我高雄做实的，是陆地的一间国小。啊，过来咱台语台嘛有新的发展，这就莫讲。啊，迄个。我感觉就是咱大家有时间来讲，咱当时要有台语语言会甲国家语言发展学院，咱烦恼这个用字的问题，甲这个政策，咱毋免去做这，爱用政府去做，因为有诶政府有资源有人才，咱就毋免去烦恼这，咱只要甲咱的囝生出来，甲咱的文字生出来，甲咱知诶物件拍 case 弄出来，这较是上要紧的。哦，所以我感觉就是我已经规定就是2、3个月就会，咱地动共款啊。华语讲的定期拢会掠起来，讲咱政府爱有一个国家语言学院是台语语言会，有诶物件咱莫来做啦，互政府来做。啊，有诶物件其实你诶科技诶人才，我有拄着一寡迄种科技人才，像咱台语诶一寡物件，用科技 AI 啥物都解决啦，咱免搁了迄个时间啦。吼啊，迄个转录转行，我毋茫有一工就是你汉字出来，你用一个系统入面。罗马字全部拢出来，还是罗马字拍字汉字转出来。希望我感觉我对这个有钱有资源，我相信就会做会成。
吼，这是我愿望啦，毋过就是咱希望大家推上，叫咱的台湾的政府也是民间较紧来甲即个系统做出来。多谢顺聪先生，多谢美玲姐。啊，我阁有看到，敢是青木兄有野手。请讲，请讲。